隨住居民、旅客消費行為嘅改變，中小企近年積極加強線上營銷，成立喺2020年嘅閃躍澳門傳媒有限公司，把握機遇，協助中小企轉型。公司負責人施耀祖、林寶話：公司最初主要係為中小企提供線上營銷方案、網紅引流等，之後喺原有嘅基礎上加上代營運帳號，協助企業孵化主理人帳號。本澳消費群體主要分為本地居民同內地旅客，店鋪需要先明確自身品牌、產品定位、鎖定客群，並了解不同客群使用社交平台嘅習慣。本地居民多使用國際社交平台，內地遊客出發之前，習慣透過抖音、小紅書視頻號查詢旅遊攻略。商戶需要提前在對應渠道佈局宣傳，加深兩類客群嘅品牌印象，令消費者產生消費需求時，能夠第一時間諗起店鋪。與此同時，政府去年推出銀行貸款利息補貼計劃，為商戶在營銷推廣平台及日常經營支出上提供更多資源，減輕企業利息壓力。現今短視頻普及，觀眾每日會刷到大量同類內容，因此短片需要精簡時長，快速捉住觀眾情緒，吸引注意力，建立顧客嘅信任。企業劃分好目標客群後，可針對不同人群製作關懷、輕鬆、驚喜等主題短片，並在視頻中標注產品購買渠道，有效帶動實際消費。澳門企業可充分運用中葡平台同大灣區優勢爭取合作，建議企業理順自身門店經營情況、短視頻流量、在地營銷等獨特資源，並積極參與特定展會，例如 MIF、粵澳名優等，把握機遇對接內地同海外機構，爭取合作機會。